咱三个来唱第一站。放心我的体面，主的眼我兄弟，要他的名不永不止，永不停的。第二站。咱来串联第二首哈，因为第二首的歌词改编，所以咱规首
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以前的事，也毋通思想古早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若要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181首，同心学乐天父。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死过死，埋葬得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相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咱即时要用启文三角来交托上帝的话。启文第10篇，也就是诗篇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占领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以为甲我藏伫布边内。以为甲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
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路步，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去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交我交互因。我深信这项事，就信靠上主。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掌管时间甲历史、自然演化的上帝，万福的全源，照顾天顶地位。伊的疼痛、怜悯无穷无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堪得咱的尊重甲敬拜。我们同心学乐上帝圣神，关灵感化万民，对天降临，点人的心，互阮在座省察反悔，因信称义。我见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会用自由的心迎接新的机会，经历伫主内面丰盛的恩典。带领所听的囝儿，通伫各种职场发挥上帝所赐的天主才能力甲才华，互软弱的诚侪勇壮，亲像鹰鸟体势飞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头，阮感谢你，伫逐世代拣选找见你尽忠的仆人，来带领你的圣会，牧养你的羊群，宣扬真理，福音公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能的上帝啊！我要将你的教会，甲2022年新年度一切的事工，恭敬祈祷交托伫你的圣手，恳求主圣神亲自掌管，带领教会未来的方向，更新阮的灵性，赐下听甲饶赦、谦卑甲合一的心，帮助阮自信看耶稣，引带你的教会行伫上帝的旨意中。全能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赐予执政的官员有属天的智慧，心存怜悯，制定造福百姓的政策，用公义甲公平处理复杂的国内外情势，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不受阮台湾、阮的国家甲人民免受战争侵略的威胁。求主的平安移伫台湾这个土地，化解国内政党的对立，消除仇恨、极端的言论，甲诈骗败坏的假消息，感化国会官员重视国家人民的权益，促进族群的和谐，政治合一，经济稳定，互人民安居乐业。感谢天父上帝，听阮的恳求祈祷，感纳阮的敬拜甲服侍，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
大节，献歌对因要献诗所吟的诗歌是心望爱。共读圣经，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启示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17至18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节，伊伫世間通过伊来創造，毋過世間毋捌伊。伊來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無接納伊。遐個接納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權成做上帝的囝兒。因毋是對血統，毋是對肉欲，嘛毋是對查甫人的意念，是對上帝生的。道成做人，踮佇咱中間，充滿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見伊的榮耀，是天父獨一的囝，才有的榮耀。約翰為着伊做證話講，這位就是我捌甲恁講，伊佇我後面底來，卻比我較大，因為我還未出世，伊就存在。對伊的豐富，咱攏領受恩典，恩上加恩，律法通過，摩西頒布，
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甲伊显示出来。愿上帝的话发出亮光。咱所敬听的牧师，伊的讲道，题目是带伫阮内面。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讲感谢你的恩典，点伫新年头一个主日，阮会当来到伫圣殿中间，同齐献上阮的敬拜甲祷告。愿你的神运行点伫阮中间，也通过你的话，阮清楚知影，阮如何点伫新的一年继续仰望你，倚靠你，也勇敢向头前来跑走。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引带，逐日也赏赐阮新的气力。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新年头一个主日，所以头一个主日，咱自节点伫圣殿中间，咱也期待点伫新的一年中间，每一个人会当有新的梦想，有新的计划，有新的可能性。所以也照着安尼，咱会当了解点伫每一本册内面，一开始也有伊重要的所在。经过圣诞到伫新年我有甲大家分享讲，到伫现在还阁点伫圣诞的节期中间，点伫圣诞的节期中间，咱也期待的是通过每一本福音书的开始，咱咧观看讲，到底这个作者如何向咱介绍耶稣基督到底是啥人？敢还阁会记哩4本福音书一开始拢咧讲啥物无？马太一开始咧讲啥物？马太的一开始咧讲族谱，咧讲族谱的主要的原因是马太望会当一个人介绍讲耶稣到底是啥人，而且耶稣到底是啥人会当连接到伫上原起头的所在，这是马太想要做的代志。点伫马可，干那一句话讲，上帝福音是安尼开始的。到伫路加，也就是咱会读到济甲圣诞有关的故事，包括圣神如何感动玛利亚，然后出世，济故事点伫遐。来到伫约翰，也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约翰福音第1章，咱读的部分就会感觉小可较复杂一寡。为什么较复杂？因为伊咧讲啥物？一开始第1节对咱讲，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好，伊一开始讲这听起来真正就复杂的，因为咱无法度完全理解到底约翰伊想要表达啥物。但是其实对约翰来讲，伊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是，伊要向所有人分享讲，福音唔干那点伫犹太人。也包括每一个族群，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当伊讲创世以前就有道已经存在的时阵，咱会想到旧约什么所在有讲到类似的话，类似的语言会出现在伫对，其实就是创世纪啊，都是点伫创世纪有类似的语言出现，所以约翰想要所有人来表达一件事，就是对创造的一开始，创造这项事，就是唔干那点伫犹太人，嘛点伫全世界所有的人，拢甲这个物件是有关系的。所以约翰想要表达，伊用道来表达这项事，道阁是啥物意思？这就愈来愈复杂啊！因为大家人拢会足惯是讲是道成俗体，道成做人，到底道是啥物咧？照伊原本所表达的意思是，道就是上帝的意念，也是上帝的逻辑，也是上帝的理性以及智慧，这叫做道。也就是咱行伫上帝的意念中间，点伫原文的意思，这是叫阳性，阳性的用法。有阳性就有阴性对无？阴性是啥物意思咧？就是点伫真言内面，咱会讲到讲。敬畏上帝是啥物？智慧的开始，智慧这个字
是阴性。哦，所以 Logos 甲 Sophia 这是智慧也是道，伊咧表达就是所有的物件拢行伫上帝的计划中间。通过咱行伫上帝的计划中间，咱认捌家己，也哪认捌上帝。当然，虽然伊安尼讲，咱嘛犹原会感觉讲道这个物件，看起来到底甲咱的生活有啥物关系？因为人所关心的是啥物？是你讲道是道啦，但是阮较关心的是现在阮的生活是怎样？现在我的生活，我敢会当趁钱？我敢会当得到成功？我敢会当得到这生命真正有路用的智慧呢？这是大家人想要爱的物件。所以进一步，约翰才会表达讲，道成肉体的意思啊。道成肉体，也是道成做人。伊想要讲的，就是这个事，上帝的意念通过一个真明确的耶稣基督，进入到伫咱现主时的生活中间，陪伴咱经验人生中间每一项事。无论是欢喜的事，是艰苦的事，是真正得到成功的事，也是失败的事，耶稣基督通过伊成做一个人，真明确显现踮伫咱的面前，所以咱所经过的事，其实伊也会当体会。这是道成做人一项真重要的事，也通过安尼咱讲，若亲像踮伫一个黑暗的环境中间。咱会当看到光的映出，也通过一个真具体耶稣基督的带领，咱会当一步一步搁向前。所以进一步，伊就对咱讲：咱因为道成做人，因为咱信伊，所以伊使咱有权当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因为伊成做人，咱相信伊，所以伊使咱有权通成做上帝的囝儿。我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感觉真有意思。伊佫强调，毋敢若有权哦，伊佫讲这叫做特权，这叫做特权。咱是有特别的权利，通成做上帝的囝儿。我毋知咱敢有想过这项事诶。今仔日咱会当踮伫遮，踮伫教会中间，踮伫遮敬拜，这叫做特权呢。咱会感觉啊，我自细汉就惯势踮伫遮出日，我踮伫遮大汉，我踮伫遮咧聚会。但是咱敢有想过，这叫做特权呢？咱得到特权，通敬拜上帝；得到特权，通成做上帝的囝儿，然后成做一个团体，踮伫遮做伙来学习，行伫伊的道理中间，这叫做特别的权利。我就想到最近踮伫网络，逐个人咧讨论这个事咧。踮伫网络顶悬，逐个人咧讨论特权这个事，我毋知大家有看到无？因为踮伫网络顶边有人咧，有少年人踮伫网络讲一句话，说讲，你敢知？你会当读建国中学，本身就是特权。啊，这个事造出来了，侪人就开始咧讨论啊，侪人就开始咧讨论啊，到底什么叫做特权？啊，就网络顶面有人咧写一张迄个特权量表，你只要符合几项，你就代表你有特权。啊，遐个量表我毋知影，咱敢有影着？伊讲吼，你踮伫18岁以前有家己的下房间，这就是有特权。踮伫18岁进前，你若是捌请过家教，你嘛有特权。啊，你捌出过国等等，这个代志，你就代表讲你有特权。你分数愈悬，就代表你所谓的特权的分数就愈悬。为什么这个事踮伫网络顶面造成真大的讨论呢？因为真现实，咱拢处伫一个彼此咧竞争的环境中间。咱处伫一个彼此竞争的环境中间，所以逐个人拢一直想要望讲，我敢会当拥有一个公平的环境，通甲别人竞争。但是真现实是啥物？其实现实就是每一个人其实是无公平啊。
每一个人出身无公平啊，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物件嘛无公平。所以，在讨论内面，因都开始咧讨论，有一个人批判讲：啊，你今仔日会当有遮个成就，就是因为你有特权嘛。啊，逐个人都开始进一步来思考，有的物件叫做特权，有的物件叫做优势。这是经济学家咧讨论的代志。特权甲优势这两个代志无共款。伊讲特权吼，伊的定义。这个经济学家的定义讲，这是国家也是制度，互某一寡人递到迄个比较的规定条，你甲别人无共款的条件，这是踮伫整个国家的制度中间所互人的，这叫做特权。啊，但是优势咧，优势伊的定义讲，这是踮伫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内面，真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差别。但是我必须讲，踮伫整个社会现实，无论是特权还是优势，其实咱拢咧敲找是，到底人会当行的活路是啥物？等来到耶稣的时代，伊有特权无？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伊检是一个拥有特权的人嘛？绝对是嘛，因为伊是啥人？因为伊是上帝的囝，伊是上帝的囝，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会当将咱的想象内面，伊会当看作是一个拥有特权的人。啊，伊拥有特权，所有的以色列人期待伊做的代志就是啥物？因为你有特权，所以你爱踮伫政治顶面，踮伫战争顶面来引带阮来挑战罗马帝国，通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嘛？这就是所有人所想象的。当一个有特权的人出现踮伫咱的面前的时阵，咱所咧想的代志是安尼哦，就是望这个人会当带领咱来打败遐个咱感觉无好的人、邪恶的人。这就是咱所有人期待拥有特权的耶稣基督所做，但是伊做啥物？但是这个拥有特权的人，伊却做一个超越过咱每一个人所想象的事，迄就是这句话讲的：都正做人带伫咱中间，都正做人带伫咱中间。如果你是一个有特权的人，你会想要出世踮伫啥物所在？如果你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当然你爱想要出世伫一个医疗环境上好的所在，然后上好有上届5星级的做未来中心嘛，敢毋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特权的人，你会安尼想啊？我会当拥有上届好的照顾的资源，上届好的医疗资源。然后我有上好的学习环境，会当有上好的学校，会当照着安尼。若是咱有特权，咱可能逐个人拢会安尼做。但是伊所做的是多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咱就看到圣诞的故事啊嘛。圣诞的故事，一个卑微的婴儿，对老母怀孕开始，就无受到世界的欢迎。对老母怀孕开始，就无受到世界的欢迎，然后出世的时阵，佫踮伫一个微微佫垃圾的马槽内面。咱即马拢将马槽装塌了真水，但是咱来去想象，迄绝对毋是咱所想象有特权的人会出现的所在嘛。是连一个舒适清气的所在拢无，甚至踮伫无主义的中间，都有可能踮伫政治的权力中间失去伊的性命。因为希律想要杀死所有的囡仔，面对遮尔济的威胁，约翰踮伫遮讲啊，上帝照着伊创造世界，但是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却袂接受伊。这就是这段话所咧讲的，迄个拥有特权的人，放弃伊原本会当得到的一切。然后瓦滚咱每一个普通卑微，甚至无受教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而且
毋若安尼，就算讲咱嘛共款，无要接受伊，伊来到咱中间，咱阁无爱接受伊，总是伊阁将即份特权赏赐互咱，互每一个信伊的人通成做上帝的囝儿。这就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所拥有的特权啊！所以若是照安尼吼，咱踮伫特权量表，咱应该是迄个排名足悬的哦。咱每一个人是排名足悬的，咱拥有这特别的权利，所以今仔日咱会当踮伫遮。约翰阁继续讲啊，基督都正做人，都正做肉体，住伫咱中间。这个住伫咱中间的意思就是大宝贝。伊踮伫咱中间大宝贝打帐篷，就是真正住伫遮。上帝也通过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显露出来，互咱会当看见伊的荣光。所以关系伫肉体这个事，就是讲肉体毋干那是人，伊包括所有的连结，也就是转到创世纪所讲的迄个创造。咱甲整个世界，咱甲即个动物、植物的关系，甲整个人甲人中间的关系，通过安尼显露耶稣基督的款式，这叫做道成肉体。所以包括每一个男性、女性、人类也毋是人类，有生命无生命，甲咱整个世界，咱会讲迄个和谐的关系，这本身就是道成肉体的意思。也照着安尼，咱每一个人得到权力，爱去管理咱所徛起的世界。这是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上帝囝儿的特权。咱爱好好啊去管理咱所徛起的所在，会当恢复甲咱身躯边的人的关系，也恢复甲世界的关系。人会对安尼清楚知影。这是上帝踮伫咱中间的记号，所以道成肉体的意思就是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会见证耶稣基督就活伫咱。咱会对咱身躯边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对囡仔到大人到老人到青年，咱会对因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面貌。这就是咱所相信的，上帝赏赐咱这个特权，成做伊的囝儿啊。所以，这个道成肉体的信息，帮助咱会当进一步去理解。当每一摆，当咱甲兄弟姊妹相斗阵，也甲每一摆咱陪伴咱身躯边软弱的人的时阵，咱会当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就踮伫遮。真侪时阵，咱拢毋忘，当咱生命出现侪咱所无法度按算的事的时阵，咱要毋忘一个标准的答案。就亲像顶礼拜我听传道咧讲到，伊提到伫约伯的故事，当约伯进入踮伫侪苦难的时阵，伊的朋友陪踮伫伊的身躯边一段时间，到上落尾挡袂牢。开始对伊讲，你就是安怎才会安怎，你就是安怎才会安怎。咱就会发现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欲望，是咱想要知影答案。咱想要知影讲，你若拄着这个苦难，就是因为你一定安怎得罪上帝。发生什么事的时阵，就是你一定有捌做过无好的代志。咱拢想要答案。总是重要的是什么？是遐个朋友愿意陪伴踮伫伊的身躯边。这项事就是咱每一个人想要得到答案的欲望，但是上帝从来无予咱答案。上帝予咱的是啥物？上帝予咱的是用一个卑微软弱的婴儿降生踮伫这个世间，然后住伫咱内面，伊对咱讲，世界上该深的需要，毋是搁较侪的答案，
乃是人甲人真正的同在。人甲人愿意彼此斗阵，愿意去学习理解。最近我听到一个少年人在分享，因为生命中间捌发生过侪的困难，也捌叛变，到伫上落尾，伊渐渐离开教会。渐渐离开教会，总是还阁有侪细汉甲伊大汉的朋友陪伴踮伫伊的身躯边。但是这个少年人，伊最近问一个问题，伊问讲，到底为虾米我爱阁继续踮伫教会？因为伊发现讲，互伊会当坚持落来的，其实毋是教会，互伊会当坚持落来是干那一款信念，也干那是因为父母对伊的支持，所以伊才会愿意阁继续行落去。所以伊就问遮个朋友讲，为虾米我一定要回来教会？啊，遮个朋友当然会有足侪答案，会共款足想要好。这个少年人足侪的答案，但是我讲，踮伫遮尔侪的答案，敢真正会当符合伊的需要吗？可能真正重要的，毋是遮的答案，乃是当你出现遮尔侪困难以及挑战的时阵，你也阁有遮的朋友，你也阁有父母愿意陪伫你的身躯边。所以，咱才会当去体会，什么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临在，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临在，这才是开达。咱毋是爱搁较侪的答案。所以有当时咱上大的问题是，咱踮伫信仰内面，咱拢有足侪自细汉到大汉所了解的标准答案。但是，咱却真少去体会道成肉体真正的意义是啥物。咱会晓讲足侪所谓信仰正确的言语，但是咱无法度对咱的生命中间真实显露道成肉体的信息。知影我讲的意思无？咱有足侪明确的答案哦。有足侪讲了真水，鼓励别人的信仰言语、信仰语言去鼓励别人，但是却真少道成肉体的信息，通过咱去表达同在的开达。意思就是咱无真正活伫咱所关心的人中间，咱干那通过这个答案想要爱别人。照我的意思来行，我无真正愿意去理解别人，愿意甲身躯边的人好好啊活做伙。所以咱看耶稣基督，伊是拥有特权的人，但是愿意放弃迄所有的答案，进入到伫这个世界中间，去面对咱的受伤，去面对咱背击。无愿意顺hand耶稣基督活伫咱中间，也踮伫我咧敲找遮个答案的过程中间，等到伫台东，我去找一个过去捌陪伴一个目睭有视能障碍的少年人。伊自出世开始，伊就有视能障碍，伊看会到的字爱遮大才看会到，读册都要看遮尔大，伊才看会到迄个字。但是伊足厉害，伊阁会当徛倒摆。我逐摆拢问伊讲：你真正看有无？伊讲只要莫弄着人就好啊。但是伊就是真正迄字都爱遮尔大，所以读册的时阵，伊爱用迄个特别的机器，慢慢踮伫遐咧读。考试绝对拢是迄个特殊的房间踮伫遐咧考，因为伊先天的限制，亲人老师拢真帮衬伊。互伊对毕业了后，伊踮伫学校中间，踮伫学校咧管图书馆，有一个真稳定的工作一点仔拢无复杂，逐工就是照安尼咧过。但是伊伫咧问家己一个问题：我的人生敢真正敢若安尼尔吗？边仔的人拢会感觉，对一个有先天障碍的囡仔来讲，
安尼是上好的发展嘛，敢就是？大家拢认为讲，你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头路，这个头路学校一定爱有迄个身心障碍的工作者，所以学校绝对嘛袂甲你 fire， 你就是会当真稳定踮伫遮咧工作。但是3年过了后，踮伫团契内面，逐个人咧学煮咖啡，逐个人咧学啉咖啡，伊竟然有一天讲，我要来去开咖啡店。我讲，你想清楚吼，无你安尼转去厝的，你爸母绝对会来甲我骂死，因为你啥物代志袂做，踮伫教会团契内面，因为学安怎啉咖啡、佮煮咖啡，所以害你即马想要去开一间咖啡店。但是无论安怎，伊真正安尼做啊，伊将迄个看起来稳定的头路，甲伊撕掉，踮伫一个所在咧开咖啡店。这个选择一点仔拢无稳定，甚至讲这完全是一场冒险。因为咱就会当想，当人客来的时阵，伊爱听声音才知影有人客来。然后嘛，因为伊自过去到现在的生活形态，老实讲，伊毋是真惯势，知影讲安怎甲人互动。踮伫学校内底咧管图书馆，其实嘛相对单纯。伊就是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去甲人客互动，嘛一定爱等人客行到伊的面前有声，伊才知影爱去接待人。所以伊的收入真困难，会当有突破。逐个人嘛拢咧烦恼讲，你敢安尼，敢真正过会落？因为生理当然无真正介理想，慢慢，伊阁进一步去开发伊会当做的代志。伊对开店，后来转院栽培，做外带。除了咖啡了后，伊阁学习怎样做面包、馒头、鸡卵糕，啥物拢咧做。当顶个月我去看到伊的时阵，我看伊手甲骹全部拢是受伤，因为咱都想嘛，看无。我爱煮遮的物件，所以随时才会烫着，遐也烫着。我就看伊的手甲骹全部拢是受伤，但是这受伤却毋是失败的记号，却是伊咧让人见证讲，伊真正活力，嘛勇敢向头前行的一个证明。对这每一个坑水中间，我也看到讲，虽然伊所做的选择检测袂趁大钱，但是伊勇敢活力。咱会当互伊的其实毋是答案，毋是互伊一个答案讲，你着照安尼踮伫学校内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安尼过就好啊。咱所会当互伊的毋是答案，咱所会当互伊的是，咱愿意陪伴踮伫伊的身躯边，去体会耶稣基督同在的快乐。迄一日，伊对我讲，伊讲，老实讲，我感觉这个世界无真正困难的代志。这个世界唯一的差别是，你敢有愿意，也是无愿意去理解遐个你袂晓的代志。迄天我坐伫伊面前，我听伊讲即句话，我讲，我听了我就感动诶。伊讲，这个世界无真正困难的事啊，这个世界上介大的差别是你敢有愿意去理解迄个你感觉困难的事，也是你敢有愿意去理解别人。这个世界真正需要就干那安尼尔。所以我体会到，上帝赏赐咱有特权，通成做伊的囝子。所以咱唯一会当学习的是，咱敢有愿意真正去理解别人，敢有愿意真正去徛伫别人的生命中间去了解，到底伊为虾米安尼想，以及当咱咧面对侪生命困难的事的时阵，咱敢有愿意去理解讲，这个物件应该安怎做，这个物件应该爱安怎搁继续向前。信用是不断敲碎理解的路程。信用就是不断敲碎理解，
毋是照着咱自细汉开始，咱就知影一寡故事，知影主就学的故事，知影圣经的道理了后，然后咱就停伫遐，然后就用遐的咱所感觉标准的答案，要甲边仔的人讲，啊，你就是应该安怎，你应该安怎。信仰是一段不断敲碎理解的过程，不断敲碎理解上帝的意念，认捌上帝的 logos， 也是上帝的 Sophia， 不断去敲碎迄个智慧，不断敲碎认捌上帝的道理。行伫即条路，咱会有受伤，咱会有伤痕，就亲像即个少年人共款。手甲骹全部拢是互物件烫着，会受伤。但是伊真正活咧，勇敢活咧，勇敢地向前行。今仔日的咱共款拥有济特权，咱拥有济，但是咱敢有愿意真实活咧，认真好好啊面对每一日。就算讲面对济的挑战，面对济人会无愿意理解，但是咱有愿意去理解，愿意去付出咱的同在，这就是耶稣基督踮伫咱内面的见证，也是道成做人上界重要的信息。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带伫咱内面。我行往世界，敲碎你的身影，伫拥有特权的所在，伫青塔华丽的宴舍，却敢若流落一场空。一闪就过的光，你行入观中间，带伫无互人理解的生命，带伫互黑暗围雷的安静，带伫遐的无法度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内面？世界毋认得你，阮也毋认得你。你有缘带伫阮内面，道成做人，无为着追求荣耀，乃是用身体去显露，为受伤、为野生、为软弱的稳定记号。带伫阮内面吧。就踮伫每一摆冲突，就踮每一个受伤，恢复迄份亲密，体现迄份丰盛，互阮会当正做稳定甲真理徛起的所在。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就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拢在显露耶稣基督，就活伫咱中间。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正做咱的回应。上帝将基督心心行，欢喜受死入世间，今那心机为你我命，一条航行在无限。行向世界，对岁月主你的信仰，地宽高贵，恰宽人下，坎坷无你的乡，你手相更亲近的关心，点背给你改生命。
含美气情别为泪，最无可大家思想，所点世界袂一见的你，我也拢不捌你，总是你调点阮内面，多请罪人无离，多请罪人无求福应要，还得更足体的行路，乱就卑微受伤也善，上主可阮地经记号，但求点阮长途不中间，上可阮开口亲密，奉信阮的真理充满，主家因我眼未信。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都正做人，踮伫阮每一个人内面，互阮踮伫极其软弱野善的时阵，你犹原甲阮每一个人同在；踮伫阮感觉欢喜成功的时，你也犹原踮伫阮内面。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同在，互阮也亲信，阮领受你所赏赐的特权，通正做你的囝儿。也照着安尼，阮会当学习你所劳碌的脚迹，进入到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愿意去理解济阮所无法度理解的人、理解的事件，互阮踮伫遐，阮会当看见你光的记号，阮显露。愿你每一日将你丰盛赏赐互阮，互阮会当活伫稳定甲真理中间。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谢谢。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即礼拜圣经学堂恢复自会吼，咱即礼拜拜3点伫线顶，咱所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6章第1节到12节，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好今仔日本周是部会周，所以嘛请咱的部长来调一部员开会。咱会踮伫后主日第2堂礼拜后来调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同工会当注意遮个时间。好，第2项，咱也踮伫今仔日以及后主日2个主日要进行旧年度过节的检查吼，所以嘛请咱团契的财务同工会当相注意遮个时间。好对于今仔日开始，咱有邀请迄个社团法人福尔摩沙野鸟保育协会，伊踮伫咱后面101的展场有一个新的展览吼，所以嘛，共款咱踮伫等下礼拜四，咱会踮伫遐有一个开始的祈祷会，欢迎咱有兴趣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好咱今年度2022年会员好会会定伫2月22迄天来举行吼，2月22，所以嘛，请各团契会当准备遮个资料。咱期待讲，咱的资料会当踮伫1月18进前来交互办公室，来利便因来制作遮个好会手册吼。好，过来第5项全年度读经的运动，咱旧年度若有完成迄个读圣经的兄弟姊妹吼，会当到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吼。咱收件会到伫1月底，咱会得到迄个纪念品一份吼。好有需要新年度读经计划表的兄弟姊妹吼，咱嘛教会遮拢有制作新的读经迄个小卡，欢迎咱会当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摕吼。好过来咱集体关怀的消息吼，咱迄个小老师的妈妈吼，踮伫12月30迄一日蒙主稳调93岁吼，咱的定地。搁刷来，即礼拜拜3上午9点踮伫殡仪馆来举行日验礼拜，下晡1点半踮伫大礼拜堂来举行告别礼拜。愿咱也踮伫祈祷中间特别来为着小老师美阳长老因整个家庭来关心甲代祷。好今仔日有新民乡的朋友吼，有曾守成兄弟甲陈淑芳姐妹来到伫咱中间吼踮伫遐。咱做伙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甲咱同齐敬拜。好，我着做以上遮的报告甲介绍。这是咱要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遍。多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咱做伙来读2遍。多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约翰1章14节，来过一遍。多正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约翰1章14节。这时来吟上用的诗歌，咱起立来吟第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万灵极大心爱孝顺，我的耶稣小我最我中不强力帮关。
信心感化罪人，受属灵力，光辉之心。福禄心悲心加信心，三一兄弟，齐心齐心。阿门。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大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